有6条河流的空中浮岛，让观者看到造就出台南肥沃土地的根源，还有连接展场的白色线条。台南市文化局透过展览《我们从何而来》，探究台南水域发展成现今的文化历史。透过台南的6条溪、嘉南大圳、2个内海、7000多个埤塘，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台南了哈。从5条港所发展的历史，一直到现在，整个文化的内涵。在讲这400年发展的过程中，我们讲到很多人文历史，然后故事发展，但是其实大家也都忽略一个，我们发展过程中，其实我们也对环境造成很大的伤害。河流和台南人的生活息息相关，更牵动城市的永续发展。当中透过5大主题、50组艺术家的作品，让展览不只是艺术的呈现，更是整座城市面向未来的文化治理。那水是万物之源，所以特别以水为主题，然后来嫁接整个台南城市的发展，也嫁接了人跟土地、人跟大自然，还有这个城市永续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愿景。展场内更运用 AR 扩增实境，制作出浅显易懂的动画，让人感受台南数百年来水、河、海和土地环境密不可分的关系。那透过说我们调整我们的时间，或是根据手机的真实时间，我们可以在川流之岛上看到各种不同的例如说像是河神，或是可以看到我们台南传说的神兽鲲生，或是凤凰。透过不同媒材串联这座川流岛过去的历程，也引领观众思考并想象台南城市的未来，以及在台南400此时此刻一起台南世界交配的精神。记者说，台南报道。